就是一个祷告，用诗歌来祷告。你或许说，传道，我刚刚来教会，我第一次来教会。我知道今天有好几位都是第一次到教会，一辈子没有到过教会。我们刚刚就是用诗歌来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单单讲就是跟上帝打大哥大，大哥大没有限，祷告也没有限，我们就跟神来祷告。那祷告我们神就让我们的心得着安慰，让我们的心得着医治，让我们心得着从神来的支持，让我们的心得着从神来的力量。好，来，那我们呢来读今天我们圣经呢，教会我们圣经是我们的经典，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得着从上帝来话语的力量。我们来读出埃及记32章30到34节，出埃及记32章30到34节，我来读。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金的神明。现在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我从你所写的册上除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把他从我的册上除去。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看哪，我的使者必在你的前面引路。到了该惩罚的时候，我必惩罚他们的罪。”好，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我们如果看过迪士尼就知道那个埃及王子，有人看过吗？埃及王子，好，有一些人看过，没关系。今天传道呢会带大家简单来说一下这个埃及王子的事情。而且埃及王子是他如果人生是120岁，他的前1/3 40岁呢是在宫殿里面，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养成。好，那中间第二个40岁是在旷野当中。为什么会在旷野当中？等一下我会简单讲。最后的40岁呢，他做了，就为他人生80年了，就为了这后面的40年。今天讲到的就是他后面40年做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有关什么事呢？在开始之前，传道先讲一件你没有办法理解的事，就像祷告是你没办法理解的事。传道在7月的时候。农历7月的时候，特别经历恩典，不止今年。当农历7月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他们可能都会拜拜，因为他们要祭拜所谓的一些你看不见的鬼魂。你们觉得那是真的还假的？可信吗？我们有机会，你可以来找传道，传道可以告诉你，如果那个是不可信的话，为什么他们一直做？那么我们没有祭拜怎么办？很简单，你刚才已经祷告了。传道供门国安利的后是。只有2句，我讲过，最简单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救我！细里娘，简单吧？就这个，主啊，救我！真的，如果你今天刚刚第一次来教会，真的，传道要说这4个字救了很多人。主啊，救我！特别在农历7月，你如果觉得不平安，真的，你就宣告奉主的名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你说传道这么神啊？对，我就是要来讲一个。好，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接管之前，那时候就有基督教的信仰呢已经进入到中国大陆。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有2个这个宣教士，女的宣教士他们在中国大陆呢服侍医院，在医院里面服侍。在山区服侍当中呢，他们有一天，他们必须要到银行里面去领一笔钱，
而他们因为有些事情耽误了，所以他们变成要在哪里过夜？他们必须要在荒郊野外，而且听说那荒郊野外有很多什么？很多什么？土匪啊！所以他们晚上那荒郊野外，他们都是以前都用走路啊，他们又来不及，怎么办？哎，这2个小女生啊，宣教是宣什么教？宣上帝福音。晚上深夜里面，他们就拿了好几袋的钱，于是他们要回去的路上，太晚了，那我们就在山间睡觉。于是他们2个人就怎样？就在荒郊野外就祷告，然后睡觉。这个地方多可怕，你看就知道，有很多的土匪，因为那时候局势不安全。他们2个就按照他们上帝的话语，圣经里面的话语说，只要我讲什么主啊救我就好。他们的牧师应该也是有这样讲，这是圣经讲的。好，他们就祷告完以后，他们就睡觉。请问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有没有？有人都点头，对不对？发生什么事？有发生什么事吗？隔天他们睡觉起来没事，他们就拿了钱赶快回去付，到医院里付那些要给员工的钱。付完以后，过了几天以后，他们医院来了一个被枪伤的人，然后他受伤很严重。这个人一看到这2个女宣教师，说什么？哎，他已经受伤这么严重哦，他还能说什么话？4个字：我见过你。啊，在哪里见过我？在哪里见过我？他说：你们是不是在2个礼拜前，在什么地方的山路里面，你们2个中间是不是放了好几袋的钱？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闭路电视吗？不是，时代错误，那时候哪里会有闭路电视？可是他们就今年，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很想拿钱呢，可是我没办法拿，为什么？哎，这么容易呀？2个小女生土匪，怎么可能没办法拿钱？因为怎样？你们那里有27个士兵哎，怎么可能？就我们2个，什么时候27个士兵来跟我们一起睡哦？没有啊，我们睡了一觉起来就很安稳呐。他说不管如何，他说所以我没有抢你们的钱，我没有伤害你们，因为你们2个长得很甜。27位士兵保护他，于是他就把这个见证带到他自己的母会，他是从伦敦的母会，他回去就分享。他们教会的也一样，跟我们一样，有青年干事，有行政的干事。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哎，哪一天？你们是哪一天？”于是他们就把那一天的教会日志，教会都会有登记，找出来。那一天晚上的什么祷告会？为什么事情祷告？为这2位女宣教师祷告。那一天参加祷告会有几个人？几个人？哎呦，你们都知道，27个人，27个人为他代祷，27个人一起经历上帝的保守。你会说，这就是代祷了。今天常常要讲的主题就是代祷。我们呢会有一系列站在破口中，哎，很重要啊。2天前高雄气爆，那个破口，那时候有多少人想要去站在那个破口？要在没有爆炸之前，9点多之前闻到那个瓦斯味的时候，就想要去救。我们人生中也有那个会气爆的时候，需要有人为你站在那个破口，这就是代祷。27个人为这2个宣教师来代祷。你会说传道啊，如果那天没有祷告会啊，这2个人是不是就没有人保护他们？有人这样想的举手。哎，你们都没有这样想哦。那传道比较比较叛逆，脑筋比较那个。难道
没有人为我代祷，主不会保护我吗？错，主仍然保护你，不是因为这27个而已，而是这27个有份。哎，有份不是臭臭那个，就是有份嘛，就是你有可以一起跟上帝同工，你跟这个有关系。代祷就是这样，跟神有关系，跟神来同工。所以我们呢，在这几天我们会有这几个讲，会有这几个8月3号下个礼拜我们也会讲到，11月2号跟12月的7号我们都会讲到。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会回答一个，这4次里面，我们每一次我们都会来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人呢，祷告，刚才我们唱祷告，是因为我很渺小，我很需要，因为我怎样不能不祷告啊？可是我是为我自己啊，如果为别人，我干嘛为别人祷告？什么原因我要为别人祷告呢？还有我要为谁祷告？我应该祷告什么？啊，我要如何祷告？2天前深夜，有很多人发出祷告的邀请，为高雄这些受苦的人祷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有花一些时间为他们祷告。那么我们在这个安慰人的上面，我们就有了这样子的福分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应该祷告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会怎么？我们要如何祷告？在这4讲里面，我们都会里面都会来回答这些问题。好，我们今天就是看这个摩西这个人，这个属灵的前辈我们要来看，他何以要为别人祷告？今天的经文其实是小小的一段，但是他有前面的故事，就是埃及王级的事情。我们要讲简单讲一下。摩西呢，他的民族本来他们就到别人的国家叫埃及，他们住在那里，因为他们的亲戚在那边成为宰相，可是那不是他们的国家。经过400年以后，哇，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可是他们是怎样？他们是以色列希伯来人，他们不是埃及人。然后400年以后，原来当宰相他们的亲戚约瑟已经死了，很多人呢不再认识什么以前的这个宰相有多伟大，都不认识了。他们只看到什么？哎呀，希伯来人越来越强所以他们就想要怎样？不行他们住在我们国家，他们当我们的什么奴隶很好，但不能太强，越来越强会把我们怎样？反而把我们灭掉，那怎么可以？到时候背叛怎么办？于是他们就怎样出了一个命令，说凡是男婴的都怎样把他灭掉，不要让他们有男婴。于是那时候有个家庭出生了一个小婴儿，他的父母帮他取名叫摩西。摩西呢，他妈妈舍不得让他交出去，然后在那时候他们的产婆也很聪明就怎样保留他们的性命。可是一天一天长大，不可能这样一直把他照顾得好，因为他会哭会越来越大。于是呢他家的人就说不行，我再也没有办法把他这个盖住。于是他们就这样用一个篮子放在水里漂，结果被谁捡到？哎呀，上帝真是幽默，被谁捡到？下令要杀这些孩子，法老的谁？女儿。捡到以后，然后上帝多么奇妙，让他开了那一个篮子以后，看到这个摩西超爱他的，好可爱于是他就养他，领养他，在宫中40年。在宫中40年，他显然他不是什么，他不是这个埃及人。可是，在40年当中，他有很多的学问从那边学习来的。还是有一天，他其实心里知道，因为什么？他的奶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去跟那个捡他，就是那个公主捡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说：“哎，你需不需要有人奶妈？因为以前没有牛奶嘛，你需不需要奶妈？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个。”于是他们就怎样？上帝透过他们的手介绍他自己亲生的妈妈成为他的奶妈，也因为这样，他哺育他，让他知道什么原来他不是埃及人，他是什么人？他是希伯来人。他知道他原来不是跟埃及一样，他知道自己这个身份以后，他长大了以后40岁了，他看到很多的希伯来人被当奴隶被打，心里就很气，不公平不公平。于是他这样一生气之下，把一个人这样公头给人家杀死，杀了那个
希伯来，哇，就开始要怎样抓他了。哎呀，他怎样？他这个有杀人罪以后，他必须要赶快跑。他就跑到哪里？他跑到旷野里去。到40年旷野当中，他突然有一天，40年，他在一个地方，那里有火烧荆棘，可是那荆棘怎么烧都烧不灭。这一位耶和华上帝就召他，说我要召你，因为我听到我的百姓这些他们在埃及嚎大哭，他们需要有人救他们那里一定有很多人在叫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要召你去救他。今天的故事就讲到摩西后来真的把住在埃及这一些人通通从埃及怎样，本来为奴，在那里是当人家奴隶的哦，任凭人家打哦，任凭怎样奴隶都没有用，都不是跟他没关系，奴隶都是别人的，这叫奴隶。他把他带到怎样带出来，这个出了埃及，带到上帝应许要给他们流奶与蜜的地方。好，今天经文好，现在就讲到上帝怎么带领他们用10个神迹奇事实灾来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哇，应该是很感谢这位上帝，对不对？因为让他们脱离这样恶者的手。亲爱的你有没有经历过脱离人家的控制中？你曾经经历过这样吗？传道有一个，应该算是个案，他非常痛苦。他在几年前，我去一个国小，在当成长班老师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睡觉。他每一次都会就是醒来以后就觉得有人一直在他身边跑来跑去，这么奇妙。我在那个时候当专任辅导老师的时候，一个3年级的学生，他也没办法睡觉，因为他总是在他躺下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就在他旁边，而且这个人不是善意。很奇妙的，很奇妙。我就带他唱歌，因为在学校里不能讲宗教，对吧？我就带他唱歌，唱什么歌？很像你们刚刚唱的歌，可是可能会再简单一点。经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突然8点多接到电话，我听到摩托车的声音。他叫我，他说老师，我说你什么事这么吵他说我说你慢慢讲好不好？我在骑摩托车。我说哦，那你要不要停下来？不然这样很危险。说我不要停，我只是跟你说再见。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受不了了，我跟你说再见以后，我就要走了。走去哪里？他早就冲到快车道去。我说你好不好停下来？你停下来，你好不好听老师的？停下来一次就好。于是他停在旁边，我就为他祷告。很奇妙，祷告完以后，我还很紧张，他就挂电话了。感谢主，他现在也是基督徒，因为他从这个困境中，从那样被搅扰、没办法睡觉，那个是痛苦啊！你们可能说传道，我是睡太少的痛苦吧？你们晚上都在弄那个，当然都没睡觉了。他是要睡没办法睡的痛苦。你有曾经过这样吗？摩西就是带领这些人，他们被辖制，因为他们怎样被奴隶、被辖制。如果你有被任何东西辖制的，你到上帝的面前，摩西就是带领他们不被怎样被奴，而是怎样得着释放。好，所以他们呢，为谁来祷告？为什么而祷告？为这些忘恩负义的百姓。看这里你就知啊，这群百姓怎样？原来是怎样？
被奴隶的。然后摩西上帝透过摩西千辛万苦把他们带出来，到自由的地方，要给他们流奶与蜜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迦南。对了，我们教会为什么叫迦南？迦南什么意思？流奶与蜜，意思是怎样？很丰盛的地。哎，这群怎样百姓开始怎样？摇八叉，不是摇把，他没有摇，他没有把，他怎样？他反正就到旷野里，他就觉得很苦啊，就一直吵，一直吵，吵没水。好，耶和华上帝给他们水，哎，在旷野里耶，给他们水，水又嫌怎样苦啊？后来，好，走了几天，3天又嫌什么？都吃素，没有肉。哦，后来，那这个时候又是给他们什么？又给他们天上飞的，又可以吃肉。还有什么会吵的？他们吵什么神就怎样供应他们所需。可是怎样？神是很奇妙的神，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一群人怎么管理他们，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你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为了保护你，为了要祝福你啊。所以上帝就跟摩西讲说：“哎，我要给你去那个2个字流奶与蜜的地，叫什么地？迦南。哎，所以我们教会叫什么教会？迦南教会嘛，哈，迦南地。但那里人长得很高大，那里的人已经有人住那里了。虽然我要赐给你，那里的人都乱七八糟。我要让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走上灭亡的路，我要让你们得祝福，要让你们怎样得自由。所以上帝就叫摩西上西乃山去，告诉他什么？告诉他10诫。10诫记得吗？第一个什么？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第2诫是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3是不能滥称耶和华。你可能今天第一次来，或者你刚刚来教会，你不明白，传道你有告阿爸呢？多拜不是多好？怎么会可以说第1诫换一个现代语，就是说怎样？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主，不能有别的。为什么？因为以后有机会你们可以找传道，在灵界里面它是有分高低。这是我的老师宇宙观，现在和平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蔡茂堂牧师，他的博士论文，在宇宙你看不见的。它确实有一个灵界，那么有一位神，这叫做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大。当然，他下面有一些所谓的小神、小鬼。所以他爱你呀，他爱你呢，不是他阿爸啦，他最大了，他哪需要什么阿爸？你要不要靠我？那随便你啊，这个不是叫爱。他如果爱你的话，他就说给你最好，你一定要来拿最好的，叫做爱你。所以他说你不要去求那些，因为你会被那些限制。怎么样限制？传道有一个，我是福大法律系的一个学长，他是做代书的，他做了代书以后赚很多钱，人家也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请了很多的尊，因为他是一贯道，200多尊在他的家。可是他的太太一进去教会，在台中的教会，一进去，像我们今天聚会一样，开始唱歌而已。一进去，他脚就软，就哭。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这叫超自然。就像刚才我讲带导那个2个女宣教士，有些事你真的不明白，但是圣经告诉我你要明白，但是你一时不明白没关系。他就开始就跪在那边哭，一直唱歌，那些唱歌一直哭一直哭。你会说他哭什么？哭完会怎样？传道告诉你，他哭完以后，那天聚会完以后回家，第一件事，第一句话就说什么？跟他先生说：“对不起，我以后都要去教会，我没有要跟你拜一贯道的耶稣，一贯道也有耶稣，你们知道吗？什么
发生什么事？因为他透过诗歌里面，他心没有那么平稳过，他的心一直被纠缠，一直看到，一直听到很吵，他从来没有那么安静过。那天晚上才奇妙，他已经几年没有办法从黑夜一直睡到天明。那一天晚上，他睡得超好，所以他跟他先生说：“对不起哦，那个一贯道耶稣，对不起啊，我要去真正只有一位神，那位神耶稣那里教会里面啊，我只要去那里让我得着自由啊。所以实际是要让你得着自由。我简单讲，我那个学弟就是一样是福大的，他看到他太太每天睡得很安稳，不告起。”他想说那个教会到底给他太太施了什么魔，他就跑去那个教会。跑去那个教会以后发生什么事？跟他太太一样的事，一进去就怎样？啪！他说：“我从来那么心没有那么踏实过。我不知道那个感觉，因为我从小就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从他的口见证。”说我只要单一位就好，我纵使没有这些荣华富贵，我都没有关系。所以实际就是要祝福我们。第一个，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第一戒什么？我心里只有神，没有别人，这是要祝福我们。第二个是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意思就是讲不能用别的来取代上帝，就这样子，好不好？你只要抓住最大的啊，你只要抓住怎样？最爱你的，有的很有权势，但他不见得爱你呀，因为他可能要在你身上要掌管你，要怎样控制你的，他绝对不是爱你，他有权利，他可能一些小神，他可能有这个能力，但是怎样，这位神是怎样又真又活。好，他接那个于是呢，摩西呢就到山上怎样，就得了这个十诫，然后呢，他们也跟神来立约。立约之后呢，还叫怎样让他们看这些70个长老看到在山上的情况。好，于是呢，他们在山上，那摩西就对长老说：“哎，你们怎样你们先在这里，我呢，跟这个我要再到山上去，神呢要我在那边，要给我他的话语。”于是呢，这个摩西就到山上去，再到山上去呢，在云中，他在山上40昼夜。这些百姓怎样？等不到。1天、2天、3天、4天、5天、10天、20天、40天都没有等到带领他们出来的摩西下来，心里就慌。于是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就筑了一个什么金牛犊。刚刚才讲啊，上帝不要你的那些钱啊，不要你的那些供物啊。十诫第二诫是什么？除我以外。第一是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第二是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结果他们在山下一直吵啊，吵谁？吵亚伦啊，是一直吵亚伦说什么？你怎样帮我们怎样筑一个牛犊啊？得罪了上帝，因为他们怎样犯了第二诫，第二诫会捆绑他们，怎样让他们怎样不得着自由，所以上帝就发怒。那摩西怎么为他们祷告？代求。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这百姓是你的这是你用大能大力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耶！主啊，求你来怎样拯救他们呢？你为什么要让这些埃及人来议论说，主啊，他就是神的他领他们出来，还要降祸给他？主啊，求你怎样怜悯啊！他的代求都是用怎样站在上帝的立场。你要纪念，你曾经跟我的祖先亚伯拉罕、以色列，你现在这里不懂没关系，就是神曾经怎样跟他们立约，说他的后代都要永远承受为业，要怎样要祝福他们。摩西知道上帝的心意是爱，于是他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有智慧来向上帝求，而且他不顾念自己，因为在这当中，上帝有告诉他说：“你由我把他们灭掉。”我只留你的，让你的后代怎样？让你这一支的后代成为大国。
那些得罪我的，我怎样都灭掉。摩西没有说好，没有，他不顾念自己，他说不行，这些都是你，我们全部都要活，不行啊，神啊，求你怎样，求你救我们，依照上帝的心意，有智慧来代求。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帮人家代求，这就是刚刚传道讲，他们怎样，他们在山上，对不对啊？他们怎样造了一个金牛犊。好，那神就说，刚刚神有告诉摩西，就是怎样，我呢要让你的后裔成为什么大国。摩西他不要，他说主啊，求你怎样，不要发怒气啊！你这些都是你的百姓，求你转意不发怒啊！主啊，求你不降祸在这些百姓身上，你要纪念你曾经跟我们立的约啊！于是耶和华就怎样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在他的百姓上面。就是摩西为他的这群所爱的，他所带领出来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我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是爱。神爱我们，神本意要祝福我们啊！所以摩西呢就手上拿着神所写的这些怎样，这个十诫，这是神的祝福。那在这里面，他到山下以后就看到这些怎样人民他们怎样得罪神，就是得罪神的部分啊。于是摩西就跟这些亚伦说：“哎，你真的是做糟糕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亚伦跟亚伦说：“你做糟糕的事啊！”亚伦就是他哥哥，他说：“求我主不要发怒啊，这百姓作恶啊，求你怎样，可不可以帮我们代求？”摩西就跟神来求啊，然后他就把他讲这个中间的过程啊，所以他就说怎样好，我们只有求赦免不够，我们要自己清洁我们自己。好，我们要归怎样？我们得罪神了，我们要付出，我们自己不要得罪神，不要在那个罪恶中。那耶和华要赐福给我们。于是呢，摩西就呼召这些百姓，要自己怎样使自己清洁的意思怎样，不要再做坏事。以现在的角度就讲，你一直求上帝，然后你一直做坏事，你一直求上帝，然后你不是在上帝的标准中，这个就不是，你也没办法，你的祷告神就不会听。好不好？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人家代求也一样，我们要持守我们自己不得罪神，我们要在神的那个标准里，这个我们才能够替人来代祷，我们也才能够来祷告啊。那摩西怎么来祷告？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意思是怎样？我就不归在你了。”他说：“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我自己不记，意思简单讲了哈，当然就是说，我没有得救都没关系，但这一群我所爱你所爱的这一群我所带的怎样，我一定要来向求你怎样赦免他们。我们现在最好的代求者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也这样为我们祷告，为许多作恶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于是上帝怎样就回应了，就听见摩西不再怎样，不再降灾啊，而且神呢怎样不再降灾，后悔不毁灭。可是呢，神说我不跟你们去。摩西说不行啊，神啊，你要跟我们去啊，不然怎样？人家就说你这样把我们带来啊，就用上帝的话来祷告。于是神就应许，又因着摩西来求他，应许就跟他同在，啊，也跟他们怎样？而且摩西跟神是面对面啊，可以面对面说话一样的朋友，因为他知道摩西是一个愿意为他献上一切的人。我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神愿意说，孩子，你跟我面对面。我们除了可以成为代祷者之外，神更愿意成为你的朋友，就像摩西一样。我们可以成为代祷者。什么叫代祷者？不是代祷，是代祷。就像你的家人，他还没信主，他需要有人连接，你为他祷告。那你为他祷告，你需要有怎么样的特质？就是你为他祷告，不是说我为了我的爸爸妈妈祷告，让他怎样给我怎样，每天都可以去玩到凌晨2点，不是，不顾念自己，按照神的心意，什么心意？我刚刚有讲，要符合真理，
符合真理就是十诫是罪，还有十诫是旧约。现在已经没有这样了，现在已经耶稣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没有遵守那么多，但是那个精神要在，只有两个，一个什么爱上帝，一个什么爱人如己。好，那我们呢，就是让我们自己不落入那个罪恶中。我们要为人家代求，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爱跟承担。你不是说你为你的父母代求，说哦，我的爸爸很辛苦啊，哦，他每天是父亲节，我要为他祷告，很辛苦啊，主啊，求你怎样给他这个一个月都赚100万啊，主啊，我爸爸很辛苦，你让我看见，我需要帮助我的爸爸，我需要鼓励他。今天的传道叮咛，等一下你们看，这叫做爱与承担。代祷就是什么？主啊，愿怎么样？主啊，愿你怎样？另外还有一个愿，主啊，我甘愿，我求的合你心意的，我甘愿跟你来同工。啊，我们愿意为我们代祷的人舍命付出代价。你愿不愿意聆听神，在神的面前跟他面对面？就像我们刚才敬拜一样，神要让你听见，让你看见，你未曾看见、听见，你感受到，你不用害怕。你说：“哎呦，让我看见。”神他会让你有一个把握，让你觉得你不是孤单，他会让你透过别人的口来鼓励你，会让你透过圣经节来鼓励你，会让你透过只要愿意跟神同工的人。所以我们聆听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等一下小组我们也会来分享我们有没有被带导的经验，我们有没有帮人家带导的经验。传道有很多被带导，我每次讲到，如果我能够讲什么，你们知道传道只要一集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得懂，因为我很跳痛，所以我每次要讲到，我都请人家为我祷告。所以如果你听得懂，就是因为很多人为我祷告，那我也为很多人带祷。特别我们青年事工里面，我们礼拜一我们都有不同的名单，愿我们都能够成为祷告跟带祷的人，因为这是神要我们赐福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主，谢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啊，谢谢你应允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